秦羽又在偷懒。我说叶老，我在。月如逆水行舟，你乃万年不遇的奇才，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天赋。仙人节，谁竟然度过了仙人之境？难道是我不成？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师傅，等一下，我先渡个劫。秦羽，这是仙人节，连老夫都要九死一生。一旦被劈到，神形俱灭，永世不得轮回。你还舍不得丢掉你那个破手机啊？天子屠杀，就拿你补上吧。收工。你说什么？兄弟们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渡了劫，我没挂机，别举报啊。仙人节一件破纸，这龙虎宗恐怕要再复往日荣光了。若能得老天师相助，我聚宝阁必定独步天下。楚王府已积压已久，大夏江山需要变数，你凭什么认为你抢得过我？你除了一个大夏长公主的名头，你还有什么？大夏的家底都快被楚王府掏空了吧？我还可许大夏国师之位，也可许驸马之位。你还真是，听说老天师如今已是古稀之年，为了大夏，义不容辞。那就各凭本事吧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五经13章你都研究透了，还没下山便已完成惊世之举。是啊，不然你以为你这破大殿谁出钱修缮的？为什么你已经渡了仙人节，还没有飞升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你现在距离飞升只差凡劫，仙劫已渡，凡劫已起。你现在需要入世去渡劫。没兴趣。你是我龙虎宗乃整个大夏1000年来唯一一个有机会成仙的人。你那又怎么样？谁知道天上有没有 WiFi？不能上，你不如把我杀了吗？好 ，WiFi 是吧？就你废！老东西，你这修为就为了上路由器，你臊不臊得慌？臭小子，无度凡劫，天道反噬，你活不过一周你。到时候你就抱着你的那个我手机灰飞烟灭吧。你说真的？天行49遁其一。哎，这卦星子显示，这一就在苍兰圣女安澜的身上。安澜？就是那个给你从小订娃娃亲的那个安澜，只要他对你动了真情，你们俩的命运就会相连，这一也就自然渡到了你的身上。不是吧？我怎么听着这么玄乎呢？我泡妞才能活命？如果1周以内你得不到他从内心死心塌地的认可，你就等死吧你！开什么玩笑？1周？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哦。对了，奉劝你一句，如今你已经是红尘仙，一言一行皆受到天道的遏制，在你没有成功度过凡劫之前，不可动用修为去杀人，更不可以此为恶，否则天降神罚，你只会死得更快。你别这么骂我了。大夏长公主云良玉，
聚宝阁阁主叶晚舟，圣金财团张巧儿，攻克老天师，突破仙劫，成仙在即。你们来晚了。不愧是仙人，原来早就算到我们会前来。疗愈愿许大夏国师之位，恳请老天师出山对抗楚王。聚宝阁愿凭老天师驱使，城宝物3000，请老天师为聚宝阁供奉。圣金财团又为老天师鞍前马后，赠100亿资产，请老天师出山。不必多说，老夫现在不能出山，但是可以给你们一场造化。老天师请吩咐。放出消息，老夫衣钵的唯一继承人秦羽会与荆州安家安澜联姻。您说的是苍兰圣女安澜？正是。老天师，若是原先的安澜，天命圣女姿色无双，但自从她修炼出了岔子，功力尽失，容貌已毁，根本配不上此等殊荣。这怎么事？娶她的又不是我慌什么？这多说无益，接下来你们可以自行择机入局，机会我可是给你们了。这择机而入，到底是怎么择？各位，感谢大家前来参加小组会宴。安家主，虽说秦小天是与安澜青梅竹马，可如今老天是已越过仙境，二人身份更是天差地别。这安澜已经成为荆州笑柄，你该不会觉得你们的婚约还能继续？依我看呐，还是别折腾了。天师之徒乃人中龙凤，又岂会取一只掉毛走地鸡？诸位，若是大家带着诚意来恭贺小女新婚，我安家自然欢迎；若只有恶语重伤，请自行离开。跟我们来，就是楚王的寿礼。当初你们拒绝世子丑优的求婚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吗？那个时候，安澜还是苍兰宗的孙子，楚王也是虚与委蛇啊。可现在他废了你觉得他活得开吗？没错，我们苍兰宗也希望能尽快抹除这个污点。我劝你们还是别抱幻想了，这天师之徒要娶，也只会娶我这个真正的圣女，你们又何必在这自取其辱呢？你干脆把安澜那个好叫出来，当着我们众人的面自裁，你还算是死的光彩呀！就凭你们，也想逼我自裁？我以为是谁呢？事到如今，还在装高冷呢？你以为你还是苍兰宗的圣女吗？安家曾经何等辉煌呀！安澜更是高居苍兰宗圣女之位，风头无两啊！在座的诸位，你们说话，做事都得像你们的别媳妇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还想通过天师弟子重新站到我们头上来吗？那个曾经冠绝天下的大夏第一美人，怎么现在连用真面目示人都不敢了吗？罗少龙，你
混账！莫少龙，我安家从未留罪过，当初对你们莫家也不差，你为什么咄咄逼人？我今天来办2件事。第一，要你们安家归还我莫家的5行珠。5行珠还你，但是我希望立刻离开。小姐，这就是第2件事，替世子们取你的命！莫少龙，你敢对兰儿动手，你就无法替你跪罪吗？忘了告诉你了，师姐，我们苍兰宗已经将秦姐送去了龙虎宗，秦小天师要娶的只会是我这个现任圣女，而不是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来，耐心不多啊！你要么现在自裁，要么我就先从你爸开始，让他们一个都死在你面前。莫少龙，有本事你就试试。那就如你所愿。行，还很热闹。早听闻秦小天师风神如玉，英俊潇洒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参见小天师。他就是秦。见过秦小天师，秦小天师果然有仙人之姿啊！秦小天师，我王家愿拜您为供奉，与家主并肩。哼，王家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莫家愿奉小天师为我们莫家的荣誉长老，与我莫少龙同等啊！莫家这么大的手笔，这安家出事后，荆州恐怕只有那近几年异军突起的荆州四族，才能与莫家相提并论。别忘了，苍兰宗的圣女就在这儿。不愧为龙虎宗传人，一下山就得到了所有人想要的一切。没错，就该是这样的人，才能成为我柳潇潇的男人。你应该体会到当初你被众星捧月时我的感受了吧？安澜，现在我就要夺走你拥有的一切。小姐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秦小天师，不如即刻就和我前往苍兰宗成婚如何？功力尽失，竟还有天命之人才有的气运护体。老东西说的没错，可是要怎么入手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的脸。我就说秦小天师就是来退婚的。安澜，如今你容貌尽毁，功力尽失，根本就配不上小天师的身份。你说他会想干什么？今天安家必灭。我说的，谁要是敢传出去一句小话，就是和我家过不去。对。安家安澜挑衅龙虎宗小天师，莫家公子怒而出手，覆灭安家。嘿嘿，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办。家父早与老天师神交已久，我这就前来将您接入府上。你这个蠢货，你还愣着干嘛？死磕不赴死，难道还等着小天师亲自动手？你是想毁掉他的大好前程吗？秦小天师，你若想退婚，我们即可答应，但求您放我安家一条生路。没有什么资格讲条件的，没想到居然能撑过我一仗，这一次必死无疑。
秦小天师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要杀他？世子要杀，他就必须得死。哎，你放心，就是个破了家族，灭了就灭了，没有人会说闲话的。我答应了。他都要断我生路了，我出个手，你反而给我黄牌警告？秦羽，你这是为什么？秦羽，你在干什么？当着我的面向我未婚妻动手，你小子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秦羽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让你解释，不然你给我解释的机会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配让我给你解释？秦羽，快放开她！这个女人真是个灾星，谁惹上她都会闯大祸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墨家可是楚王府的附庸，楚家是依子并肩王，你动了她，相当于得罪了世子，得罪了楚王爷，到时候恐怕是老天师来了也保不住你呀！我秦羽修道20年，无时无刻都在逆天而行，从不信命。如果他是灾星，我来到这里，就该让他逆天改命。从今天开始，没人再能欺辱安澜。王爷，哼，耶稣来了也不行。爷爷，我说的。气运灌注，这事儿就这不成了？秦羽，谢谢。哎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而且应该是我先来。继续啊！怎么停下来了？继续什么？不，秦羽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你还是走吧。你是老天生在爱土，你不可能不知道楚王府的能量。我安澜不需要任何人同情，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。就算今日生死，我自己也忍。瞎想什么呀？什么楚王府？意思我娶你还要经过他们同意？秦羽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可是楚世子看上的女人。他看上谁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秦羽，姐夫明白吗？安澜注定是楚世子的金銮，就算他不要，别人也不能染指。你是在冒犯世子。秦羽，现在的安家不过就是个破落家族，是死是活根本没人在意。但你要为了这个得罪楚王府，实属是不值得呀。退婚吧，我同意。你是逍遥仙，而我只是个残花脸。哼，算你识相。退婚？不，我不仅要娶你，还要天下人知道，只要有我在，别人一个指头也碰不得你。我就不理解了，明明有光辉的未来，为什么偏偏要选个得罪人的活法？
这就是修道修傻了。林母亲，那老天师可不是天下无敌的。完了，若是逼得楚王府出手，龙虎宗必灭呀！小姐，这怎么办啊？姑爷好像铁了心要娶你。既然秦小天师想继续婚约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，反正之前也是死路一条。兰儿，秦羽，现在的安澜要相貌没相貌，要实力没实力。你娶个这样的货色，除了把你拉下水以外，还能有什么好处？我就是来趟这趟浑水的，而且师傅的指令我也从未违过，我也不算穷富没丑。我的女人，我自会扶她直上青云。安澜，你何德何能，竟能让秦羽如此看重你？小姐，是我误解他了。看来秦羽当真公子世无双啊！好一个公子世无双！秦小天师，可是你要违命去了？你脸，你不要，你偏偏要倒翻天罡！好，今天我就替楚王解决你们这对狗男女！报！恩家有变，速来！总督大人要来。总督可是统管荆州一府的战士啊，不会要强行镇压吧？莫少龙的父亲是楚王府的直系，他要是答应来，很有可能是楚王府的默许，事情会闹大的。你快走。今天谁来都不管用，我就不信这婚我还结不了了。师傅，红了，这就是你说的反解。不解决是什么楚王府，安澜就不和气，也就没法渡劫。好，好一个环环相扣。楚王府，这天下也是时候迎来一场巨变了。那就来吧，无论是谁，我秦羽都接不管用。我若尊老天师，叫你一声小天师；我若不尊，你就是个会点武的混账玩意儿，能打还了不起吗？楚王手底下的高手多如牛毛，根本就还不知道自己惹到的是什么样的庞然大物。秦羽，你再执迷不悟，整个天下都会因为楚王府站在你的对立面的。走吧，秦羽，我很感谢你在微末之时给予帮助。若我有机会重回巅峰，必许你一生一世。但现在走，现在走不了了。总督到。爸，你的脸，我已经劝过了，你脸不要脸。总督，这只是一场闹剧，这婚我们安家不结了。谁说的？秦羽，秦小天师，不如给我个面子，就此离去如何？我认识你，为什么要给你面子？你个排斥我爸荆州总督都不认识，你还要与天下为敌？小天师，你初入尘世，可能不谙世事，这安家之女牵扯过大，我劝你还是把这个婚退了，别坏了规矩，再把自己搭进去。我就娶个老婆，怎么就坏规矩了？你们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？我是为你好，
这个女人，你娶不得。在大夏，真正决定地位的是权势，是财富。你若觉得仰仗老天师就可以横行无忌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有权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？或许你觉得不公平，但这个世道就是如此。别说老天师没有修成真仙，就算成了，也要守我大夏的禁令。哎，不，我呢原本是想跟你讲讲道理，既然不用讲道理，早说呀，是不是？我呢认识几个网友，论权势还是可以拉出来6个亿的。网友？网友？继续呀，继续！你练功没练脑子吧？果然是仰仗老天师的白痴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爸荆州总督，楚王一人之下，跟我比权势，你网友什么档次？哎，这哪来着？凤起路168号。但如果是圈里人，应该知道我们安家的呀。听到了吧？再过来一趟，再稍等几分钟。敢不是我？秦小天师，方便问一下，您那位网友是谁吗？连安家在哪都不知道的，能是什么大人物？秦小天师，你糊涂啊！哎呀，看来这位秦小天师他完全不知道荆州的势力范围划分呢。哈哈，秦羽，楚王以下主一文义武统领大夏，而在荆州，莫总督则是与王、宋、张、沈4大家族相互为犄角，在我没有算功之前可加他眉头。可现在，莫总督得到了楚王的支持，没有任何人敢忤逆呀。嗨，小事儿，我在山上的时候扶持过几个势力。不是，是不是得跟楚王相比？这4大家族要不是有高人暗中指点，我墨家早已独步荆州，没找来什么人来。天方夜谭呐，陆潇潇，苍兰宗的意思。既然他执意要取这个惩罚怪，我苍兰宗又何必自求身份？不过我得不到，安澜休想得到。我苍兰宗未必就怕他龙虎宗。小天师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就不和你废话了。来人，今日就灭了安家，也请秦小天师不死。都说了让你们等几分钟，那就等不了呀。等不了一点儿，敢伤老子，马上就让你们死！你可知这几位都是何等的修为？进阶是宗师境。且论权势，本总督在荆州也无人可比。无论你那个所谓的网友是谁，也改变不了结局。这就是宗师的实力吗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偏偏树敌万千。不过是仰仗老天师的名头，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人外有人。小子，别怪我们以大欺小啊！小心！干什么？秦羽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你说你，咱俩都绑在一起了，悠着点，我还没出手呢。宗师境跟我全盛时期只差一个境界，而且这是自尊，你怎么可？内伤痊愈了，你老东西，是你们先出手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宗师，龙虎宗李寻欢在不在？
宗李寻欢在不在？沈清秋，沈家大小姐怎么会突然来这儿？她刚喊了什么？好像是叫什么龙虎宗李寻欢。冷艳陈逸飞，大哥，真的是你！沈清秋是你的网友？我不认识什么沈秋秋，我只认识那个冷艳陈逸飞。大哥，我就是冷艳陈逸飞啊！感谢大哥带我上分。这上分儿，好像是打游戏的意思。打游戏能让荆州四族之一的沈家大小姐这么卑微？哎，别谢了，别谢了，快起来，姿势不好看。大哥，我刚才听您说有人要跟您比权势，还放话说整个荆州没人比得上他们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莫小虫啊！青秋，沈小姐，你贵为大小姐，区一个网友，何至于让你如此不安？沈清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今天来这儿是谁的手段？谁啊？楚王府的世子楚幽。世子点名要安澜死，其语却百般阻挠。沈小姐，你该不会想让沈家也搅进这件破事儿？大哥，你这刚下山就直接硬刚大夏最强势力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？我就来结婚的，他们非要拦着，这婚咱非结不可吗？非结不可。沈清秋，你现在离开，沈家还是沈家。你若是执迷不悟，等楚王出关，我就让荆州再无沈家。哦，好大的口气！我们荆州四族原出同门，同仇敌忾，动一个沈家，就等同于同四族同时宣战。那又如何？你再执迷不悟，我魏城不能将你们尽数覆灭。牛逼都让你给吹完了，问问你爹，敢这么说话吗？先前传闻，四大家族这些年突然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，一跃成为荆州四族，背后是有高人暗中相助。沈小姐如此强硬，想必这并不是谣言。当然，竟然是真的，那名高人当真存在。荆州四族代表着商、医、玄、财四道，而沈家又是商界领袖。如果说四族都是出自一人之手，那此人当得上隐仙之名。若真能得到这位隐仙的帮助，或许能接我安家之位。如果是那位亲自出面，我楚王府一定会以最高的规格接待，享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荣耀。你确定？当然，我敢断言，就算是世子，也一定会对隐仙恭敬有加。那你儿子得罪了他，该如何处置啊？哼，你有跟你一样蠢呢，不得罪这种人物。如果真有这种情况，我当众自裁。那你就自裁吧。什么意思？那我大哥就是你们说的那位隐仙。什么？暗中扶持荆州四族的，就是秦小天师啊！还叫小天师？这等手段可称仙师啊！而且还如此年轻，简直潜力无限呐！秦爷，沈清秋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在山上的时候不是过几个小势力。姑爷，这可是荆州四族，合起来都算顶级势力，就算当年的安家也是与其同级。您管这叫小势力？看来这是天佑安家呀！哎，没那么夸张，那是师傅教给我的毕业设计，最终还靠他们自己努力。大哥，您实在是过谦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？你想赖账？现在又不想死了？沈清秋，你为了你这个所谓的大哥，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！
什么意思？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商医玄才四道，每一道都不是靠天赋就能练到极致的。他秦羽才多大年纪？20。你就是从娘胎里开始练，也练不明白一道啊！何况全部都是魁首。沈清秋，你是把大家当傻子耍吧？莫少说的也有道理，一个人做到了一个家族穷极几代都难做到的事情，确实匪夷所思。是，而且还是4件。要不是老天师是他师傅，我还真不敢相信呢。楚王府能有当今世，也是300多年几代人的积累。若说一个人的能力能让4个微末家族奋起直追，当真天方夜谭。听到了吧，莫不是你要说你自己博古通今，是个活了几百岁的老妖怪？难道这不是有3才吗？师傅跟我说过，龙骨宗有5经13章，其中5经确实和荆州4族的发展方向一致。但30年前的老天师也就研究出了易经3卷，那你呢？那些我3年前都研究透了。看来秦羽真的不是那位阴仙。老爷为什么这么说？传言老天师剑斩天劫，修为很可能已经通天彻地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这些应声虫怎么可能对秦羽这么恭敬呢？那这跟姑爷是不是荆州4族的背后大能有什么关系啊？个蠢货，连即将飞仙的老天师都做不到的事儿，他秦羽不过20出头。你相信他是那位大能，倒不如相信他是剑斩天劫的那个人吧。你说的那个是第一天，的确是我做的。说他胖，他还喘上了。大哥，是不是吹得有点狠了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你要是有这个本事，在场人全他妈被你踢死了，还用在这儿打嘴炮？我确实是这么想的，不过很可惜，我此次下山渡劫，这劫外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因果，我也不想增加难度。你实在是想试一试的话，我也可以出手。那我们倒要领略一番秦小天师神威。这4位乃是楚王府9老7四，一身修为早就步入了大宗师境界，不如让他们领教一番。换一批。什么？印堂发黑，神功煞血，今日必死。我没必要多此一举。开什么玩笑？这可是大宗师，他们是楚王府的人，谁敢动他们？谁能杀他们？我到目前呢，从来没有算错一卦。我说他们死，他们今天就活不了。我不用亲手杀了你，你们几个杀了我的未婚妻，我就要亲手讨个公道。刚刚你们用哪只手伤了安乐，自己废了。你若真有这个本事，自己来打，我们墨家没有二话。好啊。秦羽，我没事儿，这4位长老动不得。如果事情闹大了，传到楚王府那边，可就没办法收拾了。他们就得收拾，不拾到他们，这婚就没法结了。我会死的。
安澜这不也没事吗？证明几位长老也没下死手啊，适可而止吧。是啊，秦小天师，继续追究实属不智了。几位长老也是好心，想让您脱离安家这个无底洞啊。伤是我治好的，没下死手就过来。伙伴，只要你们自废双手，我再给你们治好。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。笑话，几位长老什么境界？他们要是全力出手，这安澜早就经脉尽断，神仙难救了。你还在这儿一会儿算命，一会儿疗伤，谎言一纸，你在你那个世外高人的人生出不来了吧？是不是？试一试，你们不就知道了？我数3个数，要么你们自废一只，要2只我都要。秦小天师，不看佛面看僧面，老天师修为东田，我们自然不会伤你。但是我们都是楚王府的人，你若一意孤行，为了这个安澜，你当真要让龙虎宗和楚王府为敌吗？楚王府要为了你们与龙虎宗为敌，我们京都四族不介意介入。不用，一起上，走快点儿！我今天要结婚。收着了！你们干什么呢？与齐小天师为敌，恕罪！小天师恕罪！算你们识相。无论是楚王还是老天师，都不是我们这些底层人物能了得起的。九天，若是战死其人，我们今日不敌，这只手就当是赔个礼。但是今日之事，我们一定会向楚王宗师禀报。我们走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？既然你们这么懂事，劝你一句：今晚亥时以后，千万不要出门，否则性命不保。虚假神事。走！宋长老，宋惊天，宋惊天！打又打不过，一个个嘴巴巴的，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爽快点儿？仰仗老天师的威能，这么羞辱这些老牌宗师，他这次真是把楚王府得罪透了。退个婚的事儿，为何这么不知变通？为了一个废物安家，把冉冉升起的自家宗门送入死路，真不承认。小姐，这合适吗？按我说的走。沈清秋，且不说秦羽是不是对你们沈家有再造之恩，就算是，你就放任你的朋友冒着灭门的风险娶这么一个丑八怪？他只要一天不退婚，他就要一天如履薄冰。你们荆州四族能护得了他一时一刻，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大哥，这不是我说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女人到处都是，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？再不济，我也可以。你在教我做事儿？不敢。你们要是来祝贺的，欢迎；其他人可以滚了。小东，哎，我不同意。哈？什么？你不同意？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对，轮得到你这小丫头来反对？你不是自己人吗？秦羽，
我家小姐再不济，曾经也是天资卓绝，姿色无双，你也配不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这么教你的，我是让你羞辱他，没让你羞辱我呀。天资卓绝，姿色无双，你家小姐身上现在还有这些标签吗？我大哥是什么人？龙虎宗大弟子，只要他愿意，立刻就能成为我沈家的女婿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亦菲，别骂人啊！是大哥。还有秦宇，你一下山就树敌无数，难道想让我们小姐身处险地吗？而且你口口声声说要娶我们家小姐，难道连彩礼都没有准备吗？今天要不是我大哥在，你们安家早就没了。我大哥是因为你们得罪的楚王府，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还彩礼，揍你们个花圈算了。要想娶我们家小姐也可以，那就是帮我们家小姐容貌恢复如初。我家小姐嫁给你又何妨？是吧，小姐？全大夏都知道，安澜受的是道伤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恢复容貌。不想嫁就算了，这么刁难人有意思吗？你那破脸要真能治好，那真是神仙手段啊！不过啊，可惜就算是楚王大人来了，也未必能做到吧？那又怎样？这就是我们的条件。如果做不到，我们家小姐不嫁。大哥，这气咱不受了，走，他不嫁，老娘嫁。小天师，这安家这么不识抬举，您确定还要保他们？不如一走了之，该是您的还是您的？金玉，你若现在离开，我可以替你向楚王求情，放你条生路。小姐，感觉好对不起顾爷。事情并没有脱离我想要的结果，他以后会明白的。只是我可能看不到，这是我保护你的唯一办法。秦羽，你走吧，迎接你的将会是一路坦途。秦小天师，那您就请回吧。小天师，既然安家都已经放弃，你又何必跟他们纠缠？这门一出，便是海阔天空了。放弃一个安澜，得到的可是楚王府的支持，这为何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？更何况安澜的样貌根本不可能分析。没事儿，我能治。什么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，把它吃下去，立马就见效。女，看来你还是没把大家的话当回事。没想到啊，老天师的徒弟竟然是一个哗众取宠之人。你认真的？当然了。怎么，怕我下毒啊？你若想杀我，甚至不需要自己动手，我没有理由怀疑你。既然你不死心，感觉怎么样，小姐？有什么感觉啊？你真当这是仙丹吗？这当它是隐身吗？若真能治好，别说我，恐怕连楚王府都会八抬大轿请为共主。这种手段和神仙有什么区别？一个废物，一个白痴！再骂一句试试，不对吗？他不是说他是隐身吗？正好，这药要是管用，我大度自裁。他要是治不好，你骗子的名头可就坐实了。大哥，安澜的事已经传遍整个大夏，第一美人的名头足够让所有人蜂拥而至，根本不缺乏能人异士。可是1年过去了，安澜还是这副模样。您刚下山，真的没必要为了他搞得声名狼藉啊！安澜当初容貌尽毁，世子第一时间搜寻天下宝物，还是没能治好他。据说因此大发雷霆，彻底绝望之后，
算要覆灭安家，楚王府这么大能量都做不到的事，就你造化！大哥，这个等级的伤势得是传说中的灵丹才能治疗，就算我们4大家族穷尽所有资源，也不可能找得到。说难听点儿，龙虎宗如果没有老天师，这是个3流宗门，能拿得出像样的灵丹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道伤竟然在修复，看来不过是寻常丹药，秦小天师也只是找个台阶下。唉，秦小天师，感谢你赐的丹药，我们安家就不留你了。大哥，走吧。别急，看时间，差不多。是吗？哎，不是信不过你啊，只不过我们大家都想开开眼界嘛，是不是啊？给我摘了！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怎么可能？虽然恢复修为没那么容易，但恢复样貌，这难度根本不大呀。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没有任何用。听到了吗？啊！真相大白，你小子就是仗着老天师名头招摇撞骗的香肠。脸上的黑字已经无视，为什么他要骗我？如果容貌恢复的事情传出去，你只会面临重重危机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伤势恢复，重回巅峰时，就是我们成婚之日。大哥，走吧。等等，谢谢你的弹药。不客气。3天，如果3天后你依然要娶我，我安澜发誓，今生今世情独钟，生死共。安澜，请你要记得，山鸡又怎么能配凤凰呢？我劝你啊，还是别再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了。这么羞辱人家，你还想他娶你？让你不配。好啊，我保安家3天，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再来打扰。若是再不过，后果自负。3天，老是伴着的轮回。你家身后那位，就连楚王也要一力相待。没决定前不要打。楚王闭关，一切先通知世子，跟他定夺。走。以楚世子的绝世修为，如果他能亲自前来，我倒想看看这个秦羽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办。既然秦羽不能是我的，你也别想得。小豆，让下人们收拾一下，都离开安家吧。安家要没了。老爷，我不走。不走，等着陪葬吧。夏冬，待会儿你给我护法，我要修炼。3天，秦羽，再等我3天。会不会开车？前面又没车，你想发我就发嘛。大哥，我真是不明白了，他都那么羞辱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呀？这世界上是没有女人了吗？你不明白，我算是得了一场怪病。什么病？就能死的病。啊？这就你给我说能治病的地方，就这。是啊，
我没下过山，但我也上过火。这地方明显就是夜店啊！大哥，你的病在这里最好治了。探长，行个礼。老板好。萝莉、御姐、知性、俏皮、黑丝、白丝。大哥，你想谈哪种恋爱？还请处世子决断。我让你们过去是跟他们谈条件的。师姐，我们绝对不敢背叛您的指令。是老命啊，师姐！他说了算，我楚留说了不算什么。你们别忘了，你们是谁的狗？主上，4大家族出难要保下他，所以我们才打算暂缓。对，师姐，我们怕的不是袁先生的老家伙，而是怕他们4大家族背后的那个大人。父亲闭关之前跟我说，成仙之机就在那位身上，确实应该交好。不过，我灭个安家，难道还会跟那位扯上关系？我让谁3更死，阎王也不敢4更生。即刻跟我敲安家。儿，今天没事的吧？而且我感觉好像恢复了一些气感。只怕楚王府不会给你这个时间。都害怕之前太过张扬，拒绝了和楚王府的联姻，让世子记恨，不然今日多然也不会让莫少龙前来逼死。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家族，我生成这样本就招人惦记，要不是实力傍身，沦为玩物也是必然的结局。我很庆幸我毁容了，否则恐怕连清白都不保吧。放心，现在不是好起来了吗？你是说秦羽？别想了，我看他也不像是认真的。可他连我真实相貌都没有看过，就对我一诺千金，要不是我今天阻挠，恐怕今天的婚事就成了吧。他的人品我放心，爸。你过来。大哥好眼光啊！这可是我们沈家的座上宾，照顾好了。看到没？这些都是你们的。果然，男人嘛，还是过不了女人关。只要腐蚀1次人心，大哥心墙就会击碎。届时就是本小姐入局的时候了。老板，行了，其他人都出去吧。大哥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老板，你这……你最近是不是总熬夜？大哥，这是夜场，他们不熬夜谁熬夜啊？您这是啥意思？咋还看起病来了？经期紊乱，痛经严重，夜不寐。现在还疼着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不，我不疼，我可以服侍你的。吃了我的药就会好起来。唉，都挺不容易的，以后多注意身体。这是什么新玩法吗？老板，这可得加钱啊！让你吃你就吃。真的不疼了？大哥，治疗痛经的药你都随身携带啊？药只是普通的药，但被我的内力浸染之后，可治百病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，走吧。
是这批没有您喜欢的吗？要不我再给您换一批。你是不是有扫帚？对对对，坐。小姐，夏冬，你觉得我会不会连累秦羽？夏冬不知道，但是姑爷看你的眼神跟您接触过的所有男人都不同。是吗？那是什么眼神啊？是娶不到您就想死的眼神。这种形容怪有意思的，那我也非他不嫁。家主，阿兰，死到临头了，你想嫁谁呀？小神医，该我了吧？别插队。是沈小姐。吃完我的药，不宜开半夏、细辛、蜂胶、肉桂各3克，一日一服。好的，神医。那个钱我能拿吗？拿，滚！我没有告诉了。闭嘴！大哥，您要实在不满意这些的话，您一句话，我立马让人举办全国选美大赛，随便让你选。怎么了，大哥？去安家，现在。你们对安家还真是忠心耿耿，这安家都要成了，你们居然还不走？楚幽，如今我容貌尽毁，早已配不上你，你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？你当初拒绝我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是今天的这种下场。楚幽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放了他。好啊，这样吧。那我问他们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如果他们答对了，我就放了他。1+1等于几？说等于几？等于2。答错了。你们可能不太明白，我楚幽说谁死谁就是死，我想让谁死谁就得死。下一个就你了。怎么了，大哥？出事了，快走！是你们？滚开！龙女，刚以为你识时务能逃过一劫，没想到你还真自己跑来送死。出来吧！是楚王府的人。今日楚王府9大长老出奇事，更有众多顶尖武者在此，为的就是覆灭安家。既然你们来了，那这账就一起算一算吧。宋惊天，你是不是太不把我4大家族放在眼里了4大家族，如今楚王突破一剑出轨，你真以为那后面的那位会为了一个区区的龙虎宗弟子，以我楚王府为敌吗？大哥，你还记得
今天跟你说过的话，今晚亥时以后，千万不要出门，否则性命不保。现在亥时已到，该送你上路。程佑，你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做鬼也不放。哼，你做人都斗不过我，做鬼又能如何呢？说，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这副鬼样子？你明明是我最得意的玩具，天之娇女，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，把自己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说，放开小姐姐这个变态！这你多管闲事啊！楚瑶，拒绝楚儿的是我，跟小女没有一点关系。何况秦小天师跟小女有婚姻在先，你就不怕老天师怪罪吗？你不说，我都差点忘了。摩天城，属下在。人都到齐了吗？4大长老、众多武者已经包围此地，设下天罗地网。安澜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现在给秦羽打电话，让他过来，我可以饶你这条生路。休想！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考虑。没有苟且偷生之徒，咱们一定不能连累秦小天师。闭嘴！不然我第一个杀了你！兰儿，爸，你别说了，我30秒，要么你们先死，我再杀他；要么他死，他们2个能活。秦小天师，龙虎宗，他们错就错在不愿意做我楚王府的狗。在整个大夏，我绝不允许违背我意愿的人存在，包括你。选择自己的生活，对我来说只是种奢望。你们愿意为了我义无反顾，就让我用自己的傀儡一生换你们一世安宁。嫁给你，放了他们。安澜，是你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你以为我会娶一个丑八怪吗？要说你还是以前大夏第一美女，我可能还会答应。现在，怎么？你是想吓死我吗？如果我的脸恢复了呢？秦羽，下辈子我愿意做你的女人。该送你上路。你是说，现在就要取我们的性命吗？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什么话都敢说啊！秦羽，知不知道点将武者是什么概念？一个人就可以单挑一个装备精良的百人军。大哥，他们现在这么大的阵仗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那个楚世子肯定在里面。现在可不是逞能的时候啊！你倒是聪明。如今世子大人已突破自打宗师境，除楚王之外，乃天下第一人。
青羽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大风师，不够看。大范崛起，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的实力。这一次，就算是世子来，也得兵器丰满。大哥，这回真是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。放心。老头，你知道红尘仙的黄金量？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到底是谁？你要是再不吸我动手了！到底是干什么？一旦我动了杀意，就会引发天灾。什么？信息沟通天道，林修仙，你就传说中那位隐仙？可这天罚的杀戮也是罪孽大小有。就算这威力不大，我能扛得住，你们也扛不住。如果我的脸恢复了呢？楚幽是吧？想好怎么死了？楚幽是吧？想好怎么死？秦羽，你快走，他们要杀了你！杀了我！师傅经常告诫我，一山更有一山高，不要轻易触碰。自我下山来到此处为止，我还没有见过比我更高的山。你是吗？还说不出口，就差把老子天下第一写脑门上了。你就是秦羽？是我。有意思，这是害你！10年，整整10年，再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跟我这么嚣张的说话。今天你见放肆！秦羽，你知道你面前这位是谁吗？谁？好像是什么谁的儿子？哦，楚王八。所以，你明知道我是楚王府世子，却还是敢跟我这么嚣张的说话。有什么指教吗？上一个敢跟我这么说话，已经被我泡在我家收藏室的福尔马林里了。每天我只要一睡醒，我就能看到他那双惊恐的眼。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享受，也很荣幸。下一个就是你。我可不一样，你动了我的未婚妻，还敢想着泡？你是第一个，是最后一个。东山东线，秦羽，我看你是昏定了。秦羽，楚柔现在已经是大宗师境，在场没有人是他的对手，你快走，我替你挡着。
沈清秋，你快带他走。好，秦羽，你很好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然后踏平龙虎宗，将你龙虎宗地一杀殆尽，血流成河。别慌，大哥很强的。强？可笑！大夏幅员千万里，尽是楚王拥堵。只要楚王想，那将只有楚王府一个声音。而外面，我早就派人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你们拿什么跟楚王府斗？拿什么跟世子斗？风平天人呢，让他滚起来！秦羽，这次换我保护你。太早，我帮你挡住，没准能换你一世周全。走吧。还真是情深意重啊。不过不好意思，外面全都是我的人，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我想要看着你们在我面前看着对方千刀万剐，生不死的样子。你确定？世子，外面慌什么？锁！宋兄弟，不见了。见了。哎呀，你瞧我这记性，我都忘记告诉你了。外面那些人呐，早就被我大哥召唤天雷劈死。湖州，这个世界怎么会存在引动天雷的人？你当他是雷震子吗？啊！你不信？那你倒是把人叫进来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毕竟是老天师实力超群，他们没来。最近老天师风头极盛，到这种境界的人，终归是怕死的。混账！龙虎宗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还跟我楚王府争辉，今夜过后，让宋惊天提着脑袋来见我。是。看来是时候让大夏明白，谁才是真正的化石人了。他要救屠夫。说，外面那些人是你杀的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那就看看你在我手底下能撑几秒。秦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本不应该卷入这场血魔之争的。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更何况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护你，自然是理所应当。对了，我有一个问题问你。什么？我现在还不能随便出手，我会引发天雷，击坏了你家房子，我会不会赔偿啊？我在了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我骗他一次，那股气流下来，我可扛不住。秦羽，你还演上了哈，像不像样的？好了，秦羽，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。我是认真的，小子，回去咱俩碰一碰。姑爷，虽然我们安家现在示弱，但我们安家人一定拼命保你。夏冬，哟，还真没想到你还是个宗师呢。夏冬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夏冬从小在安家长大，早已经是安家的一份子，不惧一死。秦羽，你走吧，别浪费我们的心意，别让夏冬该死。大哥，要不先跑吧？没事儿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够了，秦羽，是我配不上你。
如果从一开始你就看到这样的我，你还会选择娶我吗？还会选择与楚王府为敌吗？你现在还有后悔的机会。我们会拼尽全力与楚游同归于尽，送你离开。安澜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这么丑。大哥，秦宇，你晚上看到这张脸都会做噩梦吧？秦宇，你就为了这么个丑八怪你为敌，我真替你死。会，你说什么？会啊，只是修炼走火入魔罢了，又不是治不好。治，他这是盗杀。若没有夺天地造化的宝物，恐怕也就只有仙人配说这话了吧？你真的是，秦宇，这是我的命劫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再者说，我们不是没有感情的吗？只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婚约罢了。没感情可以培养，主要没时间，今晚过后，楚游是不会让安家存在的。所以你今天一直觉得我没有能力接住命劫，所以犹豫。是，运气，我也不想连累你。这是什么？投命器，天道无正，从今往后，你生我则生，你死我则死。什么楚王府，什么狗屁命劫，我秦宇全权心向。气运冲天，成仙契机已现。来人！楚在我闭关之期，有何大事发生？回禀楚，日前龙虎宗老天师突破，剑指天劫。楚幽现在人在何处？世子带人前往安家，打算覆灭安家。成仙气息已现。哼，我楚家独霸天下的机会已经到来，让他立刻回来，商议大事。是。剑斩天劫。哼，可惜了，袁庆山。既然我已经出山，那成仙的机会就只有落在我楚家的头上。果然没让我服侍，月儿，天开始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你还觉得我们两个大难临头各自飞了？秦宇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同生共死。不然呢？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为了我走到这一步。既然你都决定了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我是打不过楚游的。夏冬也打不过。秦宇，如果我今天能活下来，在我死之前，没人敢欺负你。那恐怕没有这个机会。哎，哦，我父亲是这么说的。好，我这就回去。今天先饶你们一条。是，不杀他们了。我想杀谁，我就杀谁。我想什么时候杀我就什么时候杀，轮得到你教我？我算你们好意，真的！
好了，逃过了一劫。没那么简单。以楚幽的性格，我们已经明着跟他作对了，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莫非刚才那个电话是什么人，能让这个无法无天的世子离开呢？有个人可以。喂，爸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楚王出关了，大夏要变天了。看来，就算逃过了这一劫，用不了多久，楚王府依然会卷土重来。届时，龙后宗恐怕也会被卷入。要打那就打呗。秦羽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楚王在闭关之前就已经是大宗师圆满了，这次出关想必是冲击仙人境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沈家背后的那位隐仙，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，想必楚王也会投鼠忌器吧。不就在这儿吗？咱们都是自己人，现在没必要装腔作势了。我也希望秦羽是，但是如果他真的是，楚幽就不会那么快走了。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。什么办法？意思我可以证明我就是隐仙，不过要先入洞房。大哥，你说真的？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？那个秦小天师啊，您看这件事，咱们能不能从长计议啊？不行，不能再拖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不是，虽然很感谢您对小女的样貌不介意，但是这件事没有但是，今晚就要入洞房。不行。反正这会儿没有或者是再说吧。多久啊？1-2个月吧。不行，1-2个月之后我命都没了。没想到你都馋成这种程度了，山上的生活这么苦啊！我们还没结婚呢，再说了，我们才第1天见面。那就明天结，感情可以慢慢培养。秦羽，你说正常之前这么正经一点啊！我有不得不做的理由。不行，反正在我没有后山就是不行。只要恢复就行了。多大点事儿啊！我看看，我能给你什么？你还会法术？略懂。那还是算了吧。我这是道伤，除了慢慢修复道心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已经不能等太久了。把你的手伸出。你受伤了。啊，没事，就太晃眼了。嗯？什么呢？怎么样？啊，能治。什么呀？哦，就是缺一味药材。什么药材？凤凰草。啊？怎么了？你还不如不说，这种药材早就绝种了。绝种了？我还真以为你能治好我的道伤。你要是真的能治好，与仙人无异，那楚王又算得了什么？唉，怪不得那老家伙说从来没人成过仙，这难度超标了，直接卡死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恢复，至少在楚王手底下能保护好你。秦小天师，就不送了。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大哥，我知道哪里有凤凰草，但想拿到难如登天。在哪？大夏藏宝库聚宝阁。聚宝阁？聚宝阁在大夏屹立了1000年，底蕴甚至比大夏这个古国还要丰厚，因为他们有无数宝物，
总会有人有需要，可以驱使无数世。问题不大，只要他那有，我就有办法拿到。没那么简单，聚宝阁只接受同等价位的宝物交换。换？是的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难如登天的原因。聚宝阁如果想要钱，很轻易就能成为首富。我们荆州四族，就算倾家荡产也愿意替您买来。很可惜，我们底蕴不足，而且凤魂草是他们的镇阁之宝，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同等的宝。为了安王，值得吗？早说呀！宝物我有的是。大哥，你去他们厨房干嘛呀？我让他们见识见识真正的宝物。什么宝物得去厨房啊？小姐，您容貌恢复了，那您为什么要骗姑爷？容貌恢复，但修为并没有恢复。如果让楚留知道，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结束。秦羽，我现在还帮不了你，这张脸是最后之约，你再等等，等我修为恢复的那一天，我一定把自己交给你。你觉得秦羽有问题？猜测而已。四大长老虽蠢，但不至于临阵脱逃，这是其一。他明知我是大宗师之境，却毫不惧怕，甚至表现得极为平静，这是其二。所以我怀疑尹仙出手。疯子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冷静的疯子。没想到还是小看了楚游。仙？对。就是那个将一个小家族变成如今四大家族的大人。不错，看来你还是很有长进。宋惊天他们并没有回来，哦，而那些武士也全都失踪。要说杀了他们，我能做到；但要说悄无声息，我做不到。恐怕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，就是你说的那名尹仙。楚游啊，我刚刚出关，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巩固我的修为。那位尹仙如果真有这种能耐，那成仙之机就一定掌握在他的手中。可是他既有这种本事，却没有飞升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一定是有条件上的欠缺。所以在我出关之前，他可能考虑的是秦羽和袁青山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从秦羽他们的身上找到联系他的线索。是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杀。
以证明我们更具有与他合作的实力。好。沈清秋难道没有跟你说过聚宝阁的规矩吗？说过了。看来是老天师给你准备了一些宝物。可我记得龙虎宗没落已久，宝物都给老天师当卖了不少。你确定能用媲美风飞草的东西？好有准备。今天是聚宝阁的官宝大会，有很多也是家族族长会来，我们尽量低调一点。我们要尽量低调点，我高调过不？安来，你不乖乖窝在家里等死，居然还有闲情雅致来这聚宝阁里闲逛哈？怎么又是你们？我们在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今天可是聚宝阁的官宝大会，我们代表宗门和家族前来参加。倒是你安澜，如今安家家徒四壁，我真的很好奇，还有什么宝物能拿出来？该不会是来卖身的吧？哎呀，说来丑人像安小姐您这样，也算是情我可居了。哎，说不定还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呢。哎呀，你敢打我？嘴巴跟屁股长反了是不是？那么丑，你滚！不服来战啊！不是说好了低调的吗？低调没错啊，我是个女的，最讨厌别人批评家好。安安，想不到你居然恢复了一些功力哈！但在这聚宝阁出手，你该不会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吧？他辱骂我在先，我出手师出有名，有问题吗？师出有名，人家王族长可是带着重宝前来官宝大会，是聚宝阁的贵客。那你呢？是谁在我聚宝阁闹事？叶执事，您来的正好，就是他们二人，在这聚宝阁中悍然出手，打伤了王族长。哦，安小姐，我记得这次官宝大会我并没有邀请安家吧？不请自来，又敢伤我贵客，安家是不把我聚宝阁放在眼里吗？我们是来换宝的。那白痴辱骂我未婚妻，难道就不能反击吗？又是谁？他呀，龙虎宗老天师的徒弟秦羽。龙虎宗？哼，龙虎宗那又怎么样？聚宝阁和大夏所有势力皆有合作，一个龙虎宗还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叫嚣。秦羽，这里是聚宝阁，你那有师傅的名号，可派不上什么用场啊！你怎么笃定我身上没有宝物？秦羽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拿着你的破烂滚蛋，带着你这个见不得人的老板一块安安静静等死。不好！怎么，你连看都不看一下，就笃定我身上没有宝物？哼！几年前，你师傅想要变卖一些宝物，我受到邀请上山见宝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整个宗门找不出一件价值100万的东西，在我这儿，你们连件垃圾也换不走。你就不怕错过至宝吗？被阁主责怪吗？小心你位置不保。至宝，凡宝之上为异宝，异宝之上为至宝。我翻遍你整个龙虎宗，都找不到一件凡宝。你能拿出至宝吗？否则别怪我客气。哎，叶执事，我突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儿。哦，秦羽不是说他身怀至宝吗？不如就让王族长跟他赌一局。如果他的宝物价值比王族长高，那就让王族长把宝物让他。要是没我高了，哎，那就让他们两个跪下磕头，给你道歉。他的宝物归你如何呀？好，这个办法好。
我无所谓啊，反正无论你们谁拿出来的东西，都比不上我的。要不这样，你们都拿出来，一起比吧，我还赶时间呢。我还赶时间呢。你怎么比我还狂啊？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。说什么呢？好明白啊！绰绰有余，绰绰有余。狂妄之极。白痴！他们是谁？这里每一位族长的家族都至少有100年的底蕴，他们手中的宝物随便拿出来一样，都能让整个大夏轰动一时。何况加在一起，那便能左右一个中等国家的兴亡。更何况还有我墨家苍兰宗，简直不知所谓，可笑至极！说这么多废话干嘛？亮家伙呀！好，那我就让你说的心服口服。来人！华圣武道子的87神仙卷，老王，没想到你王家还藏着这样的宝贝。这幅画参加过国际拍卖会，卖出过50亿的高价。确实是真迹。怎么样，臭小子，这幅画足够碾压你那所谓的宝物了吧？就这，反宝吧，差远了。还有吧？该不会就你们这一点点小小的存货吧？狂妄！这难道是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李家的传家宝——商青神尊，价值不够。什么破烂反物，能不能拿里点？它可是价值。垃圾！你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说的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混账！你敢侮辱众人！会长，把我族宝物搬上来。还有我的，参见的也拿过来。有这么大呀？一切尽在掌握中。别说我欺负你，你们的呢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他真的身怀至宝？绝不可能！叶执事也说了，龙虎宗已经没有宝物，他的眼光不会有错。而且秦羽刚下山1天，能从哪儿弄来至宝？对，他一定在诈我！想空手套白狼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哎，不拿是认输了吧？这可是五行咒，这可真舍得呀！秦羽，五行珠已为至宝，无论你是否拥有至宝，这一次我已经赢定了。更何况，柳潇潇，来人！师傅居然让你拿它来交换，为什么？这难道是？没错，这就是星陨神铁。这什么？很厉害。能够铸成传说中神兵的至宝，无坚不摧，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破坏它。苍兰宗主居然舍得让你把这个拿来交换，它的确是块至宝，只可惜大夏已千年无仙，所以没人能让它变成一件神兵。对凡人来说更是毫无用处，无非就是硬了点儿。所以我们苍兰宗希望能用它换取一些更有价值的宝物。单单这块神铁就已经赢过现场所有宝物。我聚宝阁可以以2换1，与你交换这块云铁。话说的秦羽，这块云铁是个至宝，
不如说他是半个仙器，这里所有的宝物都比不过他。我待会儿替你看你先走，我就走吧。别急啊，我的宝还没亮呢。别任性了，难不成你还拿出更高级别的东西？秦羽，该你了。你的宝物呢？魔圣，这天下怎么可能比您和申宇加起来的宝物更珍贵的东西呢？我看就不用比了，认输吧，秦羽。现在履行你们的赌约，向所有人下跪磕头。我可以考虑让你们活着出去。你怎么确定我就没有呢？这是什么气息？嘿嘿嘿。我的宝物是斩仙飞刀。斩仙飞刀？哎，你这老不死的，我一直怀疑你有见不得人的癖好。你懂个屁呀！凡是你注入气息的食物，都会带有一丝丝仙气，短时间内成为仙浆玉液，对提升真气大有好处。你这么说，我觉得更恶心。丹药可以，刀似乎也是可以的。千羽，这就是你说的仙气？叶之士，他好像是在耍你。秦羽，不管你背后站的是谁，敢当众戏耍我，你可知道后果？我没耍你啊，这种仙气啊，还仙气？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品质的宝物。喏，这不是有了吗？秦羽，你下次做气泡能不能先告诉我一下？你这样让我真的很迷茫。大高，你待会儿是不是跟他打架？来人，给我把这小子腿要打折！我要让人知道，在聚宝阁闹事的下场是什么。慢着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这神体无坚不摧是？那当然。你说的？按好了！你要干什么？混账！站下！我说过，想动秦羽，先过我这关。安澜，别以为你修为恢复了有什么了不起，这可是聚宝阁。聚宝阁的阁主虽然修为不如楚王，但要杀掉你这个废物是绰绰有余的。那可有点难度了。我说了，只要我活着，谁都别想碰。确定要跟聚宝阁为敌？秦羽可为我以天下为敌，我又何惧你这破聚宝阁？好，你速去禀告阁主，只要阁主发话，今日我便随阁主踏平安家。是。安澜，你为我做的，我虽然很感动，但你们仔细看看这个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切面跟豆腐一样。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
这场造化，你们可择机而入。老天师啊，老天师，你可真能给我出难题。如今主王已经出关，若是再没有入场券，恐怕我聚宝阁就要被楚王府。阁主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属下仓促，但是叶执事说必须把这件事马上告诉你。说，楼下来了个安家的人，还有个叫秦羽的，他们在会场闹事，他们武艺高强，可能需要您亲自出手。废物，敢在我聚宝阁闹事！等等，你说他叫什么？安澜，秦羽。原来是他们。老天师，原来您早就安排好了吗？秦羽，这把仙气哪儿来的？你家厨房顺的啊？我家居然藏着一把仙器。仙器，世间宝物从没有这个品级，这顶多算个至宝，并且这所谓的斩仙飞刀，有谁见过吗？所以这场是你输了。根据赌约，留下这把斩仙飞刀，滚吧！我聚宝阁大度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你这思路很是清晰嘛。叶执事，没必要把我们当傻子。你想要神铁，无非就是想等待机会做成一把神兵，待价而沽。而这把斩仙飞刀比所有的宝器都很值钱，这宝物我们还不少换了。换？凤魂草比它珍贵多了。秦羽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你想换凤魂草？哼，一把破菜刀不过用来砍花切菜而已。凤魂草是聚宝阁的镇阁之宝，你凭什么换？各位，你们带着家族至宝前来，为的就是换聚宝阁的宝物。如今这小子想用一把破菜刀赌赢你们的宝物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就是一把锋利一点的菜刀吗？还什么仙器？大言不惭！哎，对，我看他定是用了什么妖法，制造假象。这你都看得出来？要不要用你的脑袋试一试啊？叶执事，他威胁我。要么放下这把刀，离开这里。我想阁主已经前来，待会儿你们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看来聚宝阁是想要勉强。一句话，怎么做？既然他们用抢的，那我们就只好入乡随俗了。走！安澜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到底恢复了几成。让我的话呀！宗师镜，还得感谢姐姐您的走火入魔，让我成为圣女，享受宗门所有的待遇，功力才能突飞猛进啊！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。那加上我呢？没想到叶执事竟然已经达到宗师境巅峰了。如果有点实力，聚宝阁家大业大，岂能存到现在？快走快走，小心身陷大家，反人遭殃啊！如果是1年前的你，或许我会忌惮3分，但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挑战我聚宝阁，更何况还有圣女当场。等到阁主一到，你们的下场会更凄惨。够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害我干嘛？不去啊！你是不是还留有后手啊？没。那你还有这嗑瓜子儿？哎，就凭他们实力，不需要我动用修为，我用脚趾头就可以碾死你。秦羽，你知不知道宗师是什么概念？就连安澜最巅峰时期，也不过是宗师后期，一个躲在女人背后的废物，你拽什么拽啊？
哼，那就让我领教领教秦小天师的威风。好啊，那你可就看好了。秦羽，你拽，范范。叶良辰，你是不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？叶阁主，原来刚才是叶阁主出手，吓死我了。阁主，您来了，属下并未做任何越矩之事，是指安澜和秦羽仗着自己有几分修为，竟想强抢我聚宝阁镇阁之宝。哦，是吗？胡说八道！我们拿斩仙飞刀跟你换凤魂草，本就是你们赚，现在在这里倒打一耙，还要抢夺我们的宝。叶阁主，我可以证明叶执事所言属实。我也能证明。我们也能证明，我们也能证明。你就是秦羽？是啊，我用这个换凤凰草，换吧。竟然有一缕仙气，看来确实是老天师的手笔。我明白了，金先生，您说笑吗？还得是叶阁主慧眼如炬。区区凤魂草，我送你又如何？现在我这聚宝阁，你要什么我便送什么，你只管拿走便是。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。阁主，您忘了，龙虎宗除了老天师有些实力，就是一个三流都不如的破落宗门。您这是……你是在质疑我吗？要不这个阁主，你来当好了。属下。那还不赶紧滚去把凤凰草拿来！耽误了秦先生的事儿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摘了你的脑袋？是。秦先生，早就听闻老天师有一高徒，名叫秦羽，气宇轩昂，人中龙凤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哦，这老头子你还认识啊？算是我欠了老天师一个大人情。不对，拿到凤凰草不就说明……我不管，反正这种事就是不行。只要恢复有。如果是他的话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放心，他们走不了。贤妻我，等到楚王一统大夏，一定要让他把苍兰宗赏给我，到时候看老子怎么罚你。秦先生，凤凰草就在里面。谢了。这凤凰草，我楚王府要了。楚幽，见过世子。见过世子。风暴及时，信一功。誓死办事，怎敢谈够？叶阁主，这凤魂草我要，你觉得如何呢？楚世子，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，对吧？我聚宝阁向来以规矩立阁，坏了规矩可是大忌。在我这可没有什么规矩可言。叶阁主，不妨听听我的条件。您说，用我爹的一次出手，换这凤魂草。哼，要么向聚宝阁之外动手，要么向聚宝阁出手。世子，您这是在威胁我？是啊，我就是在威胁你啊！叶阁主，位置站不对，可是很危险。阁主，别犯糊涂，楚王已经出关，我们不是对手。来人！世子，您别忘了，这里是我聚宝阁的地界，规矩还是我聚宝阁说了算。看来聚宝阁是打定主意
和我作对吗？世子说的哪儿的话？倘若我连贵宾都保不住，那以后谁还敢来我聚宝阁参加官保大会啊？就为了2个借势的废物，你可知道，无论是龙虎宗还是安家，我楚王府灭掉他们，都是副手的事儿。楚王殿下的神威，在下自然清楚。但我叶晚舟要的不是成为你楚王府的附庸，所以，我更相信老天师。倘若世子再相逼，晚舟不介意拼尽全力，为全聚宝阁清白。走！世子，我们或许挡不住楚王府，但如此行事，恐怕会对楚王府的名声也会大损吧。世子，这凤魂草只是至宝，这斩仙飞刀可是仙器。仙器？不如凤魂草让给他们，我们只能斩仙飞刀。既然今日你聚宝阁这么强硬，那就按少龙说的，这是我今日给你们最后的机会。楚幽，凤魂草可以给你，但斩仙飞刀不行。哦，功力没恢复多少，这胆子倒是大了很多。楚兄，你刚说想要这个？秦羽，这斩仙飞刀比凤凰草珍贵的多。楚王得到了这把斩仙飞刀，能力如虎添翼，你别犯糊涂。秦先生，没事的，保护你是聚宝阁的责任，您不需要让步。这就是个垃圾，哪有凤凰草珍贵呢？大家命都是命，和气生财。你想要，我送你啊！没想到秦先生如此大义，我为刚才的无礼道歉。你是为了宽慰我才这么说的吧？我在里面反而就不坦诚了。金月，谢谢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不愧是老天师的高徒，我的宝没有押错。姑且算是吧。你愿意把斩仙飞刀给我？难道有诈？我这人呢，一向都好说话，只要你们好声好气的给我讲，都好办。来啊，拿好它，拿啊，怕什么？一把破菜刀能省这么多事儿，赚麻了。世子，您看。哎，真是便宜你们了。既然拿了东西，就不要再欺负聚宝阁了。那凤魂草，我就拿走了。金先生，我欠您一个人情。什么人情不人情的，都是朋友。对，朋友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让他们走。多谢主席。嘿，哼，谢。世子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今日聚宝阁过于强硬，我们不宜与他们大动干戈。这把仙器是我们能联系到隐仙的唯一线索。等我们联系到隐仙之后，什么龙虎宗，什么安家，覆灭只是顺手的事。走吧。我不会再说一些什么不值得的话，但是秦羽，你给我的太多了，这辈子我会一一还上。不用在乎，只是一把普通的菜刀。好，好，好，普通菜刀。吃了它，我给你治病，让你重回苍兰宗圣女的名头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你的妻子。快把它吃了。嗯。斩仙飞刀。是的，父亲。
就连苍兰宗的星陨神石都能一分为二。你有了这宝物在手，岂不是独步天下？再没人是你的对手。我们楚家的时代要来了。确定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楚幽啊，楚幽，你们大张旗鼓跑到聚宝阁，结果就拿回来这么一把破菜刀，你脑子坏了吗？啊？是啊，父亲，刚刚他明明……这是那位隐仙的手笔，在我大夏，身怀仙气的只有我跟他2个人。你打眼也正常。混蛋！多谢主君。秦羽，好一招偷梁换柱，你真该死！只要能感受到那股仙气的来源，就能找到那位隐仙。楚幽，你也算立功了。秦羽如今已没什么用了，我现在就亲自出手，去杀了他。好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像恢复了，而且还精进了不少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本事，秦羽，你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那多了去了。吹牛！喂，秦羽，怎么了？想不想看看你的老婆呀？想得美！在玩变脸呢。秦羽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后悔。秦羽，这凤魂草有没有？好热，好热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凤魂草不是已经被消化了，而且也没有这功能。别说话，抱我。你要是敢不娶我，我就杀了你。大夏长公主云良玉携大夏护国战神，恳请楚王返回。哦，长公主是想要拦我？是，拦不住的。拦不住，也得拦。3名大宗师都不是您议和之敌，敢问楚王，如今是什么境界？半步仙人。原来如此，凡人再怎么挣扎，又如何能与仙斗呢？既然如此，为何拦我？楚王何必明知故问？您若成仙，大夏更名，老天师是我大夏和云家最后的希望。我们天生就是对立。天师，很好。看来你跟聚宝阁那些顶尖势力都已经选择好。那好，我权且留你一条性命，回去告诉所有人，明天我就在这里等着他的到来，计分胜负。
也决生死。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在我大夏只会有一个至高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长公主，楚王他这是……如果他强势诛灭我等，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。我们所有人把希望放在老天师的身上，那只需要杀了老天师，就再不会有人敢忤逆楚家，既杀人又诛心。老天师，造化我接下了，但变数什么时候才会来？小童，在这干什么？老爷，刚才小姐在里边叫的好惨，姑爷不会再欺负小姐吧？不是，哎，小童啊，准备准备，明天举办婚礼吧。啊什么啊？还不快去？这是旧社会，高低让你当个陪嫁丫头。是。这行个房事，怎么还动上修为了？哎，年轻人啊，真是精力旺盛啊！臭小子，手脚还挺麻利，有老头子的3分风范。你们都过来。你们几个准备准备，跟我下山。老天师怎么突然要下山？带你们去看看秦羽是怎么飞升的。说心里话呀，我也挺好奇，如果这小子使出全力，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？叶良辰在。明天和我去参加秦先生的婚礼。是阁主，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礼物？聚宝阁就是我的礼物。真羡慕你啊，安澜。喂，爸，我朋友结婚了，打点钱给我。100万够不够？100万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那要多少啊？结个婚而已，能要多少钱啊？也没多少，也就我们沈氏集团全部股份吧。放你的狗屁呢！拿老子开涮呢！先帮老子结婚吧！又去哪儿喝上头了？女孩子家的，你这样什么时候能嫁出去？马上给老子滚回来！我大哥要结婚了。一个沈家够吗？啊，会不会太磕碜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？我去找他们仨开个会，不能只让老子一个人送。都结婚了，还戴着面具干嘛？戴久了习惯了，我想以后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都带着它，我只给你一个人看。哎，安荣山，要不这婚礼你就别办了吧？啊，就来这么几个人，冷冷清清，齐齐谈谈，你不尴尬，我都尴尬。请帖我们已经发，至于来不来，我们都会把这场婚礼办完。哎呦，广发请帖啊！结果就来了这么点人呢。你这婚礼有个寒酸的。安澜啊安澜，如果当初你嫁的人是世子，那今天估计是高朋满座、万族朝宗的吧。可惜啊，你偏偏选择了这个破落宗门，再加上你这个破落家族，你们俩还真是绝配呢。婚礼只不过是一场形式罢了，只要有秦羽在，天地为证，也不需要多热烈。倒是很会自我安慰。不过你这婚礼注定是办不成了。莫小龙，墨家欺人太甚，现又如何呀？
你人哪有何？莫少人，我记得没有给你发钱，你不请自来已不合规矩，现在又在这捣乱，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了你啊？我知道嘛，你杀我呀，是不费什么事啊。不过我劝你们呀，还是省开点劲。滚！楚王今天我自立现场。楚王已经放了话，他要亲手灭了这安家和龙祖宗。今天这场婚礼就是他们最后的晚餐了。来，小子，趁你现在命还在，赶紧给我舔舔鞋，说不定我会给楚王求情，留你全尸。找死！楚王府是吧？今天以后，我将其覆灭就是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要覆灭楚王府啊？有问题吗？哼，这凭什么？行，也不敢出山的师傅袁青山。忘了告诉你们，今天这场婚礼的安保工作，我楚王府替你们包了。这一次谁敢开，就是公然站在楚王的死敌之位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几分能量，能够支撑自己说出覆灭楚王府这种倒反天罡的话。谁敢来我们小姐家试试？沈清秋携4大家族族印前来庆祝秦先生与安小姐新婚。就是你，是我。 4大家族的人到齐了，好，很好。你们是确定做好选择了吗？什么选择？从一开始，我们4大家族就只有大哥一个选项。大哥，我们没来迟吧？直接刚刚好，不错。叫大哥。大哥。沈清秋，你知不知道这场婚礼上会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愿闻其详。昨日，楚王出手，一招便击败3大护国战神，并向龙虎宗下了战书，约在今日分出高下生死，为的就是得到你背后那位隐仙的支持。一招击败护国战神，还是3个，很强吗？护国战神每一个都是大宗师圆满，在大夏的实力很强。楚王现在的实力恐怕已经超出我们的认知。没错。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，你们所仰仗的隐仙还会支持袁青山那个老东西吗？并且，楚王在击败3大护国战神之后，大夏的各大顶级势力估计已经做出了选择。荆州4族确实有点难办，不过距离顶级势力还有那么段距离，所以今天这个局啊，他们估计没资格参与。沈清秋，你还要选择支持你的大哥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是来支持大哥的了？毕竟实力相差太大，就算4大家族联合起来，面对楚王府的顶级附属势力，也如螳臂挡车。更何况是楚王本人。今天你们必死无疑！哎，还算识相啊！你今天做的事儿啊，我们既往不咎。你好像理解错我的意思了。我记得我刚开始进来时说的是沈清秋携4大家族族印前来庆祝秦先生与安小姐新婚。如果大哥愿意接印，从今往后，我荆州4族便是大哥附庸，不必食指。说实话，这我真没想到。请大哥接印。大哥接印，请大哥接印。小东，快替红叶接印。是。唉，要我说啊，小家族就是还真是没什么眼力劲儿。估计也就只有你们这种蠢货才会选择继续支持秦羽吧。
聚宝阁携重宝前来恭贺秦先生新婚。聚宝阁。大夏长公主于良玉庆贺秦先生新婚，圣金财团商巧儿恭贺秦先生新婚。他们怎么会来参加我们安家婚礼？不知道啊，老爷。这阵仗不像是我们被小孩呀。这3个人可是楚王府之下的顶尖势力，云良玉长公主都来了，恭喜秦先生和安小姐喜结连理。见过秦小天师。大夏长公主、聚宝阁阁主、圣金财团的千金都来参加安家的婚礼了，我不会是没睡醒吧？这个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会疼啊？这不是多梦啊！这个，啊，你闭嘴吧！你就不能掐你自己啊？我不也疼吗？你邀请的。这里面我只认识叶晚舟，其他人我见都没见过。秦先生，您就只给叶晚舟发了请帖，可没给咱们发，您不会怪我们不请自来吧？这是秦先生的婚礼，收起你那下作的姿态。秦先生，是老天师交代我们前来参加婚礼。原来如此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听见吗？人家是看在老天师的面子上来参加个婚礼而已，礼都没带呢，还得意上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蠢货。良辰，去把我们的礼物呈上。这是聚宝阁准备的礼物清单。这让我选礼物吗？这个清单上都是礼物，还包括我聚宝阁的8大至宝。叶小姐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这礼单上估计是你们聚宝阁90%的礼物了。这跟把聚宝阁亲手奉上有什么区别？对呀，没有区别。从今天起，我聚宝阁就是龙虎宗附属势力，以后秦先生和安小姐有什么需要，我聚宝阁一定全力奉上。我去，聚宝阁这是下血本了。我们圣金财团没有这么多宝物，但论资产可不输于人。我今天来带的是圣金财团51%的股份，送与安小姐。我的天，他们这是疯了吗51%，千羽，你跟他们什么关系？没关系啊，一点股份至于？世界第一财团圣金财团，你不知道？就算没有武者，也能掌控所有普通武者的命脉。哎呀，他们只要拿出1%的股份，这好几个国家都会征战不休。51%，我们安家哪受得起呀？我代表国主取国师之位于秦先生，可为秦先生与全国各地立项，受万民香火，享太庙之力。爸，稳住！不行，我稳不住了。这么多年的富贵，怎么会落到我们安家头上？我想不明白，我想不明白。将死之人，也必享太庙。见过世子。世子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要再不来，这大夏的天都要翻了！你们这些废物，就将他这么一个毛头小子捧成宝了？就袁青山那个老废物，也配跟我父亲争夺成亲之机？土世子，老天师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愚蠢！老天师让秦羽下山，为的是争夺机缘。只可惜啊，那秦羽犯了蠢，将这机会拱手相让啊！我什么时候？哎呀，这说起来，我还真要感谢你。要不是因为那把斩仙飞刀，我怎么能这么快就联系到沈家背后那位隐仙的线索？隐仙？
难道隐仙真的存在？当然，而且他的境界与我父亲相差无几啊！那只是一把普通菜刀，你们该不会现在还不知道吧？可笑！大柄飞刀上的那缕仙气是隐仙留给你的暗号，也是他给你的一个机遇。只可惜啊，他万万都没想到你小子会这么白痴，将这刀轻而易举地送到了我的手上啊！秦先生，斩仙飞刀不是老天师给您的吗？还有那缕仙气，难道不是天师的？哼，袁青山那个老头子，他就是个神棍，也配拥有仙气？你们都被他骗了。秦羽，你应该庆幸，你能活到现在，是我对你的一个恩赐。留着你，也无非不过就是为了引出那位隐仙的线索。大哥，要不等会儿，我想听他讲讲故事。秦羽，是时候该紧张起来了。如果真如楚游说的那样的话，那事情就有些严峻了。不是你演戏的，这事情都联系起来了呀。前天沈清秋进入我们家以后，我们家就莫名其妙多入了仙气，可我确定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仙气呀。不是那把没错，那便是隐仙留给你的机会。只可惜，被这小子当成了一把普通的破菜刀。秦羽，我之前还一直觉得你会是一个不错的对手，可惜你有真命。沈清秋，都这个时候了，难道你还要跟着你所谓的大哥吗？啊，哥哥，为什么不敢？死鸭子嘴硬！够了！这场闹剧该结束，你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。好了，等等，你讲完了？有什么遗言要讲吗？我大发慈悲，让你把它说出来。其实那把菜刀仙气是我的，哈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误会。我能证明，我亲眼所见。笑话！你该不会说自己就是隐仙吧？一个走了狗屎运被隐仙征服的废物，沈家还要保住到什么时候？秦羽，这龙虎宗一直以来就是个三流门派，也就是有了老天师，才稍微有了些地位，就那么丁点的资源，难不成还能养出个仙人来？我好养啊！刚刚世子已经说了，隐仙的实力和楚王相差无几。假如真有这种实力，你还需要对我们这些喽啰虚以为夷吗？你倒对你自己定位很明确嘛。不过，你有一点说错了，楚王是个什么东西？那跟我相提并论。狂他妈点儿！你知不知道仙人是什么等级？简直是大放厥词！这小子这下有要完蛋了。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想碰秦羽，先杀了我！你行不行？其实我能打。我不想，放心，只要有我活着，他就碰不了你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打吧，我压阵。是，没想到你的功力居然恢复了，不过很可惜啊，你还是一个丑八怪。秦羽，我真欣慰你不指认，堂堂龙虎宗大弟子，却要和这个丑女人一起共赴黄泉。你现在为当初的决定后悔吗？当初大家都以为这个秦羽下山以后能够一飞冲天，谁知道，哎，时也命也呀。都说这安家女是祸水，曾经是红颜祸水，这没想到毁了容，还成了个灾星。秦羽啊，秦羽，给机会你做我苍兰宗女婿，你不做，非要跟这个扫把星纠缠不清，
那无论你有什么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了。哦，我什么下场？说来听听。当然是碎尸万段了。我得不到的，那就亲手毁掉。我都说了别逞强，我来就行。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2名宗师境，楚幽更是宗师巅峰。你看他那瘦了吧唧的样子，我出一根手指头都嫌欺负。回来了，天下第一美人回来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大哥对你如此死心塌地。唉，我彻底没机会。你看我行吗？啊！你行什么？滚！好嘞，女儿，你可把我骗得好惨呐！不愧是大夏第一美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难道她之前都是伪装的？老天师果然神机妙算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记得那时我已经把你的脸……安澜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滚！安澜，只要你愿意跟我走，我可以饶了安家人所有的性命，我只取他的命。以你现在的容貌和实力，配得上我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和秦羽是龙蛇之别，你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废物白痴而浪费掉自己的性命。我生是秦羽的人，死是秦羽的鬼，我这辈子已经许给了秦羽。我们安家从来不惧一死。对，那就死，都给我死！这次跟个蛤蟆似的，真拿我没脾气了。看明白了吧？打他们就跟打狗似的。那我……敢对我的大徒弟出手，我龙虎宗没人了吗？哎，张元英，是老天师来了，拜见老天师。拜见老天师，老天师神功无双。原来如此，还好有老天师出手，多谢老天师。你这老死，难得中了一次，别吃准。我真服气了，你好歹也是70岁人了。男人至死是少年嘛。楚王府在本仙师下山的这一刻，便是我大夏改天换日之时。不愧是老天师，果然霸气无双，仙风道骨。老天师果然有仙人之姿啊！唉，只怪我生得太晚，否则或许会和老天师成为一对无忧道侣。怎么？难道不行？不愧是长公主，眼光异于常人啊！哼，废物东西，父子2个一点用都没有。袁青山，你还真敢出山啊？有何不敢？应该很清楚，你只要来了，就别想回去了。生亦何欢，死又何惧？就凭你，还不配取老夫的性命。仙人之下，我无敌；仙人之上，一换一。老天师太霸道了，真是位让人神魂颠倒的老男人啊！吹，这有点太牛皮，迟早造牛皮。哼，袁青山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哇，好牛啊！是啊，
跟这种压迫感相比，老天师又算什么东西？哎，你喝什么东西啊？那是摆盘，是看的，不是吃的。一群土包子！灭恶魔！御空而行，一举一动都有天象伴随。千羽，楚王恐怕已经进入半仙之境。没事，还行吧。我师傅天下无敌。也对，有老天师在，肯定能扛得住。父亲。多谢父亲。这老东西的实力好像又精进了一步，我打不过他。一个老废物而已。严景山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这天下无人能取你性命。野王，今天倒想试试。徒儿，这个该你了。什么？师傅，你说楚王就是垃圾啊？用你一根熟肉就可以捏死他10个，不愧是我的师傅，厉害！什么？你说楚王就是个垃圾？其实我不是这。说得好，楚王，老天师剑斩天劫，乃无双神威，而您也是一方豪雄。为何不一起造福大夏呢？哼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一坛难居双龙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凡夫俗子，你们2位若是交手，恐怕会伤及无辜吧。剑斩天劫，你们还信呢？连我父亲都无法做到的事情，就凭他一个老废物也配做得到？至于死，在你们选择参加这场没有意义的婚礼之前，就应该想到这样的下场。哼，你们真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师傅一旦使出全力，就天塌地陷，倒转山河。劝你们识相点儿，赶紧盘。难道有机会看到老天师出手了吗？没事儿，师傅，我就看不上这些渣子在你面前装腔作势。不是要打吗？啊！我师傅就在这儿，不敢上，装什么？没事儿，给你助阵，再助一次。哼，秦羽是吧？你以为你今天还有命活吗？想伤我徒儿，就凭你还不够格。今天老夫就要信手斩龙，先杀了你。这就是老天师的威力吗？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俺家比一切。没想到，老天师也已经进入半仙之境。哼，居然能挡住我3成功力，不错。本王看看你的极限在哪儿。说好的跟我要人呢？二师兄，师傅看您呢。师傅，别担心我啊，使出全力。哎，拳脚无眼，大家都疼点病。给你命，该担心的人应该是我。天！哎，各位都听我大哥的，往外边靠啊！为了避免伤及无辜，到时候可别怪本小姐没提醒，丢了命我们可不赔。再出去点。秦羽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啊？有什么不对？来，这个苹果。啊！师傅，快发功啊！装模作样，哗众取宠，以我取死之道。
还有谁？冷晨，我没看错吧？我也看到了阁主，老天是不是一招击败了？怎么可能？老废物不是我父亲一合之敌。什么狗屁见识，不过就是招摇撞骗之徒罢了。祁煜，情况好像有点严峻。没事，坐。师傅，别装死了，快起来，大家都看着呢，不然太危险了。二师兄，师傅好像真的是受了重伤。不应该啊，他不是仙人之下他无敌，仙人之上一换一吗？好像这楚王也没有受伤。白痴，你不会到现在还以为你那个师傅天下无敌吧？真是愚蠢透顶。哦，这剑斩天劫也不过如此嘛。剑斩天劫，恐怕是另有其人吧？哦，你知道？大家可知道这是什么？斩仙飞刀乃是隐仙宝物。什么？已经从中得到了隐仙的气息，将与隐仙在此探讨飞升之道。至于这个袁青山，只是龙虎宗的一个神棍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现在本王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臣服于本王，否则死！楚王神功无敌，五镇寰宇，千秋万代，一统江山。恭迎父亲即将登仙。起来吧！聚宝阁、圣金财团长公主，还有4大家族，这难道就是你们的最后选择吗？我燕婉州虽不敌楚王，但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今日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那我也便只能孤注一掷了。本小姐也不屑做白眼狼，我虽是商女，但也不做叛国之人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大夏若亡，我云良玉独活有何意义？今天能与天师共死，或许下辈子也有机会一起投胎做对鸳鸯。看来龙虎宗即将成为江辰之宠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生也好，死也罢，秦羽永远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好，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送你们下去，再续前缘吧。秦羽，还好我当初没相信你，否则我现在肠子都该悔青了吧？恐怕要让你失望。行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杀了袁青山，然后一个一个送你们上路。徒儿救我！都看到了吗？啊！笑死我！这就是你们期待的人，简直是丢人现眼。唉，真是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，两个不知死活的废物。废物！哼，老夫能教出个隐仙，你们呢？什么东西？说什么？我也不装了，我摊牌，我的徒弟秦羽就是你们所有人要找的隐仙。啊？剑斩天劫的也是他。真的吗？秦羽，那为什么刚刚你不动手？不是我不动手，是你每次非要拦着我。还有这老头，每次都喜欢耍帅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当然不是真的。袁青山，你脑子是被打坏了是吧？
这斩仙飞刀上的是仙气，我父亲修炼40余载，才勉强触碰到仙人之境，而他秦羽不过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。你也信？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年龄对我徒儿的天纵奇才来说，都不是问题。闹剧该结束了，乃仙已经消磨殆尽，死！这人聊天的时候用什么很是冒昧，可能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还有更狠了，让你看看！摔马爪了，大哥！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有点。既然今天已经解封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让你们开开眼。等等，你等等！走。真是那隐仙？我从未否认过。那一开始你为何不说？我说过了，你们也不信。爹他没说过呀。这谁敢信呢？关键他也没出过手啊！这就要从你身上找原因。为什么不配我出手？猖狂啊！就算你是那隐仙，又能如何？秀未干的毛贼，我楚元霸修道40余年，难道会比你差？今日既然对立，这世上能够成仙的就只有一人，那就是我。来，今天就让我们决一雌雄。你之所以修行成半仙，是因为你的水平就到此为止。我是半仙，是这天地之间只有半仙。看好了，要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想学，我教你。原来那天那幅奇景是秦羽做出来的，可是为什么？秦羽当时仙劫已度，但凡劫未度，不可飞升。他这次下山，就是为了渡凡劫，而在渡劫过程中，他若动用修为伤人，便会引动天劫。原来如此。可这天罚的杀戮，不是罪孽大小也？大哥狠起来，连天都敢骗啊！老天师，秦羽的凡劫是否跟我有关？你是天命圣女，身负成仙唯一机缘，以破身之时，便会让渡到秦羽的身上。你给了？他非要，他要你就给？他是我老公，我劝你表弟还有任务。唉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输了，
秦羽，你现在已经动用修为，岂不是凡劫已渡，飞升在即？我感觉我就要走了，或许这就是凡劫的意义。秦羽进入仙道，征战成人，断绝欢心，有求情我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才是成仙之道，不可能啊！东西，你算出什么来了？原来这就是斩尘缘断凡心。哎呀，少废话，赶紧说！秦羽必须杀了所有跟他有关的人，才能正道飞仙，也包括我们呐。想用大哥也就算了，还要死在大哥手里啊！这就是升仙之道。我们一直都在走向死亡。爹，快！我不想死！我不想死啊！原以为是造化，没想到却是死路一条。秦羽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大不了一死，但是你却要亲手杀了陪你走到现在来的所有人，你才是输家。幼儿，秦羽，幼儿，我在下面等着他。幼儿，幼儿，秦羽，放手吧。嗨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基本上跟大哥有关系的不都在这儿了吗？我先来吧，早死早超生。好啊，我有几个问题问你们，你们只要回答让我满意，我就上诉。你们那里有没有WiFi？没有。没有WiFi，就想让我飞升？你可知道与天斗的后果？